TG 381，《三国志》卷17魏书17。张乐于张徐传，张辽字文远，雁门马邑人也。本聂邑之后，以毕愿变姓，守卫郡吏。汉末，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，赵魏从事，是将兵役京都，何进遣诣河北募兵，得1000余人，还进败，以兵属董卓，卓败，以兵属吕布，迁其东魏，部为李傕所败，从部东奔徐州，临鲁乡。时年28，太祖破吕布于下邳，辽将其众将，败中郎将，自爵关内侯，数有战功，迁皮将军。袁绍破，别遣辽定鲁国诸县，与夏侯渊为昌西于东海，数月粮尽，以引军还。辽谓渊曰：数日以来，每行诸围，西者属目视辽，又其射使更西，此必西计犹豫，故不力战。辽欲调于语，倘可诱也，乃使谓西曰：公有命，使辽传之。西果下与辽语，辽未说太祖神武，方以得怀4方，先父者受大赏，西乃许将。辽遂单身上3公山，入西家，拜妻子，西欢喜，随议太祖。太祖遣西还，则辽曰：此非大将法也。辽谢曰：以明公威信者于四海，辽奉圣旨，西必不敢害故也。从讨袁谭，袁上于黎阳，有功，行中间将军。从攻上于邺，上坚守不下。太祖还许，使辽与乐进拔阴安，徙其民河南。复从攻邺，邺破，辽别训赵国常山，招降袁山诸贼及黑山孙钦等。从攻袁谭，谭破，别将训海滨，破辽东贼柳毅等。还邺，太祖自出迎辽，迎共载，以辽为荡寇将军。复别及荆州，并江夏诸县，还屯陵，以封都亭侯。从征袁尚于柳城，虑于鲁豫。辽劝太祖战，弃甚愤。太祖壮之，自以所持挥授辽，遂即大破之，斩单干榻。TG 382，顿时荆州未定，复遣辽屯长社、临发。军中有谋反者，夜惊乱起火，依军尽扰。辽谓左右曰：勿动，事不依营尽反，必有造变者，欲以动乱人耳。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。辽将亲兵数十人，中正而立，有钦定，急得守谋者杀之。陈兰、梅诚以第6县判。太祖遣于禁、臧霸等讨城，辽都张合、牛盖等讨兰，城未将进，进还，城遂将其众救兰，转入前山。前中有天柱山，高峻20余里，道险狭，不进才通。兰等避其上，辽欲进，诸将曰：兵少道险，难用深入。辽曰：此所谓一与一，勇者得前耳。遂进到山下安营，攻之，斩兰城守，尽虏其众。太祖论诸将功，曰：登天山，屡峻险，以取兰城，荡寇攻也。曾益、驾节。太祖既征孙权还，使辽与乐进、李典等将7000余人屯合肥。太祖征张鲁，教与护军薛悌。蜀韩边曰：贼至，乃发，俄而全，率10万众围合肥，乃共发教。教曰：若孙权至者，张、李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，护军聪得与战。诸将皆疑。辽曰：公远征在外，彼救至，彼破我必与。是以教止及其为何逆击之，折其盛世，以安众心，然后可守也。
成败之机在此一战。诸君何疑？李典亦与辽同。于是辽夜幕赶从之势，得800人，追牛饷将士。明日大战，平淡。辽备甲持巢，先登县城，杀数10人，斩2将，大呼自鸣，冲垒入，至权麾下，权大惊，众不知所谓，走登高冢，以长戟自守。辽斥权下战，权不敢动，望见辽所将众少，乃俱为辽数众。辽左右挥围，直前急急，围开。辽将麾下数10人得出，于众号呼曰：“将军弃我乎？”辽复还，突围，拔出于众，全人马皆披靡，无敢当者。自旦战至日中，无人夺气，还修守备，众心乃安。诸将咸服，全守合肥10余日，城不可拔，乃隐退。辽虑诸军追击，即复获全。太祖大壮辽 ，TG 383，拜征东将军。建安21年，太祖复征孙权，到合肥，巡行辽，战楚，叹息者良久，乃增辽兵，多留诸军，喜屯居巢。关羽为曹人于樊，会权称樊，召辽及诸军西还救人。辽谓至，徐晃以破关羽，人为解。辽与太祖会磨皮，辽军至，太祖乘辇出劳之，还屯陈郡。文帝即王位，转前将军，分封兄逊吉，义子列侯。孙权复叛，遣辽还屯台肥，晋辽爵都乡侯，给辽母于车及兵马送辽家一屯。是辽母至，导从出营，所督诸军将，历皆罗拜道侧，观者荣之。文帝见作，封晋阳侯，增1000户，并前2600户。黄初2年，辽朝洛阳宫，文帝引辽会见使殿，亲问破无异状。帝叹息，顾左右曰：“此一古之赵虎也。”未起，帝舍，又特为辽母作殿。以辽所从破吴军应募不足，皆为虎奔。孙权复称樊，辽还屯雍丘，得吉。帝遣侍中刘烨将太医侍疾，虎奔问消息，道路相属，即未抽。帝迎辽就行在所，车驾轻灵，执其手，赐以御衣。太官日送御食，及小叉，还屯。孙权复叛，帝遣辽成州，与曹休至海陵。临江，权甚惮焉，是诸将张。辽虽病，不可当也，甚之。是岁辽与诸将破全将屡犯，辽病，笃，遂薨于江都。帝位流涕，谥曰刚侯，子虎嗣。6年，帝追，念辽典在合肥之功，诏曰：合肥之役，辽典已不足800，破贼10万，自古用兵，谓之有也。使贼至今夺气，可谓国之爪，牙矣。其分辽典一个100户，赐义子爵关内侯，武卫偏将军，薨。子统嗣，乐进子文谦。杨平为国人也，容貌短小，以胆烈从太祖。为帐下令，遣海本郡募兵，得1000余人，还为军驾司马，献陈都。魏从及吕布于濮阳，张超于雍丘，乔蕤于苦，皆先登有功，封广昌亭侯。从征张绣于安众，为吕布于下邳。破别江，及睢，故于射犬，攻刘备于沛，皆破之。拜讨寇校尉，渡河攻获嘉，还。从及袁绍于官渡，力战，斩少将淳于琼。从及谭上于黎 ，TG 384，杨，斩其大将严敬，行游击将军，别及黄巾，破之，定乐安郡。从为业，业定，
从即圆坛于南皮，先登入坛东门，坛拜别，公雍宁，获之。建安11年，太祖表汉帝，称晋及于晋张辽，曰武力继弘，既略周备，执中信一，手执节义，每临战功，常为都律，奋强图固，无坚不陷，自援伏谷，守部之卷。又遣别征，统御师旅，辅众则和，共令无犯，当敌至绝。拟有遗师，论功计用，一个贤宠。于是晋为虎威，晋、折冲、辽、汤寇将军，晋别征高干，从北道入上党，回出其后。干等还守壶关，连战斩首，干坚守未下。会太祖自征之，乃拔。太祖征管城，军淳于，遣晋与李典击之，城破走，逃入海岛，海滨平。荆州，魏福，遣屯阳翟，后从平荆州，留屯襄阳，及关羽、苏飞等，皆走之。南郡诸县山谷蛮夷亦进将，又讨刘备领举长渡浦师，扬长梁大，皆大破之。后从征孙权，驾进节，太祖还，刘敬宇、张辽、李典屯合肥，增邑500，并遣凡1200户，以尽数有功，分500户，封义子列侯，进迁右将军。建安23年薨，谥曰威侯，子称嗣，称国亦有复封，官至扬州刺史。诸葛诞反，也，袭杀琛，赵道袭之，追赠卫尉，谥曰闵侯，子赵嗣，于禁字文泽，泰山聚平人也。黄巾起，报信昭和图众，晋复从焉。及太祖领兖州，晋与其党俱议魏都伯，蜀将军王朗，朗议之，见晋才任大将军。太祖召见于宇，拜军司马，是将兵役徐州，攻广期，拔之，拜县丞东尉，从讨吕布于濮阳，别破部2营于城南，又别将破高雅于须昌，从攻寿张、定陶、离湖，围张超于雍丘，皆拔之。从征黄巾、刘辟、黄绍等，屯板、梁、绍等夜袭太祖，晋率麾下击破之，斩辟、绍等晋将，其众迁平鲁校尉，从为乔蕤于濮，斩蕤等4将。从至晚，将张绣，绣复叛，太祖与战不利，军败，还武阴。是时军乱，各 PG 385，兼行求太祖。晋独勒所将数百人，且战且已，虽有死伤不相离。鲁追稍缓，晋许整行队，鸣鼓而还，未至太祖所，道见10余人，被创罗走。晋问其故，曰为青州兵所劫。初，黄巾将，号青州兵，太祖宽之，不敢因援未略。晋怒，令其众曰：青州兵同属曹公，而还为贼乎？乃讨之，数之以罪。青州兵惧，走诣太祖自诉。晋既至，先立营垒，不时夜太祖，或未尽。青州兵以速军矣，一卒一弓便之。晋曰：今贼在后，追至，无时，不先未备，何以待敌？且公聪明，赠粟河源，徐凿堑，安营器，乃入夜，俱陈其状。太祖悦，谓晋曰：遇水之难，无其极也。将军在乱能整，讨暴坚垒，有不可动之节。虽古名，将何以加之？于是路晋前后攻，封邑寿亭侯，复从攻张绣、于穰，请吕布于下邳，别于使唤。曹仁公虽固于射权，破斩之。太祖出征袁绍，
少兵胜，进苑未先登。太祖壮之，乃选部其2000人，使晋江，守延津以拒少。太祖引军还官渡，刘备以徐州叛，太举东征之，少攻晋，晋坚守，少不能拔，复与乐进等将步骑5000，及少别营，从延津西南元和至吉，或加2县，焚烧宝具30余屯，斩首获生各数千，将少将何茂、王模等20余人。太祖复使进别将屯元武，及少别营于杜氏津，破之，迁皮将军，后从还官渡。太祖与少联营，其土山相对，少设营中，士卒多死伤，军中惧，晋都守土山，力战，弃义愤，少破，迁偏将军，冀州平，昌西复叛，遣进征之。晋即进攻西域，晋有救，亦晋将，诸将皆以为西夷将。当宋议太祖，晋曰：诸君不知公常令乎？为而后将者不赦。夫奉法行令，世上之节也。西虽旧有，晋可失节乎？自临与西决，允替而斩之。是时太祖军淳于。闻而叹曰：西将不义无而归晋，岂非命耶？亦众晋，东海平，拜晋虎威将军。后与臧霸等攻梅城，张辽、张合等讨陈兰。晋到，城举众3000余人将，既将复叛，其众奔。T.G. 386，兰、辽等与兰相持，军食少。晋运粮前后相属，辽遂斩兰城，增邑200户，并前1200户。是时，晋与张辽、乐进、张合、徐晃俱为名将。太祖每征伐，贤弟行为军锋，还未后拒，而晋时军严整，得贼财物，无所私入，由是赏赐特重。然以法御下，不慎的是众心。太祖常恨诸陵，欲夺其民，一晋有危重，遣晋将数十骑，击令书，晋亦临营夺其军。临及其部众莫敢动，乃以临魏晋部下都，众皆振服。其见旦如此，迁左将军，驾节钺，分邑500户，封义子列侯。建安24年，太祖在长安，使曹仁讨关羽于樊，又遣晋、助人、丘、大凌羽、汉水驿、平地水数丈，晋等7军皆没。晋与诸将登高望水，无所回避，与乘大船救攻晋等。晋遂将为庞德不屈节而死。太祖闻之，哀叹者久之，曰：吾之晋30年，何以临为楚南？反不及庞德邪？会孙权请羽，获其众，晋复在吴。文帝见作，权称潘，遣晋还，帝引见晋，须发皓白，形容憔悴，气涕顿首。帝谓欲以寻陵父孟明氏故事，拜魏安远将军，欲遣使吴，先令北邑夜高陵。帝使御于陵屋画关羽，战克庞的愤怒，尽降服之状。晋见，惭愧发病薨，子归嗣封，亦受亭侯，是晋曰立侯。张合字俊义，河间莫人也。汉末应募讨黄巾，为军司马，属韩馥，复败，以兵归袁绍。绍以河魏校尉，使据公孙瓒，破，河攻多，辽宁国中朗江。太祖与袁相聚于官渡，绍遣江纯、于琼等都运屯鸟巢。太祖自将及之，何说绍曰：曹公兵精，往必破琼等。琼等破，则将军逝去矣。宜即引兵救之。郭图曰：何计非也？
不如攻其本营。是必还，此谓不救而自解也。何曰曹公盈故，攻之必不拔。若穷等见起，吴蜀尽未鲁，以少旦遣轻骑救穷，而以重兵攻太祖营，不能下。太祖果，破穷等，少军溃，屠残。又更赠何曰：何快军败，出言不逊。Pg 387。何惧，乃归太祖。太祖得何甚喜，谓曰：喜子须不早媚，自始生为。岂若为子去因韩信归汉邪？拜河偏将军，封都亭侯，授以重，从功业，拔之。又从及袁谭于渤海，别将军为雍民，大破之。从讨柳城，与张辽俱魏军锋，以攻迁平敌将军。别征东来，讨宛城，又与张辽讨陈兰、梅城等，破之。从破马超、韩遂于魏，南为安定，降阳丘，与夏侯渊讨夫贼梁兴及武都堤，又破马超、平宁县。太祖征张鲁，先遣河都诸军讨新河堤王窦茂。太祖从散关入汉中，又先遣河都部族5000余前通路，至阳平。鲁将太祖还，刘和与夏侯渊等守汉中，据刘备、和别都诸军将巴东、巴西2郡，喜其民于汉中。进军荣渠，未被将张飞所拒，引淮南郑，拜汤寇将军。刘备屯阳平，河屯广石，备以精卒万余，分卫10部，夜急攻河，河虑轻兵搏战，备不能克。其后备于走马谷烧东围，渊救火，从他道与备相遇，交战，短兵接刃，渊遂没。河还阳平。当是时，新师元帅，恐为备所成，三军皆失色。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：张将军，国家名将，刘备所惮，今日事急，非张将军不能安也。遂推河为君主。河出，乐兵，安陈、诸将皆受河节度，众心乃定。太祖在长安，遣使甲河节。太祖遂自至汉中，刘备保高山不敢战。太祖乃引出汉中诸军，河还屯陈仓。文帝即王位，以河为左将军，进爵都乡侯，即建作，晋封莫侯。赵合不与曹真讨安定泸水湖及东羌，赵合与真景朝许公，遣南与夏侯尚及江陵。和别都诸军渡江，徐州上屯务。明帝即位，遣南屯荆州，与司马宣王及孙权别将刘阿等，追至其口，交战，破之。诸葛亮出祁山，嘉禾未特进，遣都诸军据亮江，马谡于街亭。谡一阻南山，不下据城。何绝其急道，即大破之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郡反应亮，何皆破平之。诏曰：贼亮。Pg 388。以巴蜀之众，当立虎之师。将军备坚直锐，所向特定，朕甚加之，亦1000户，并前4300户。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，欲顺免入江伐吴。召河都关中诸军往受节度，至荆州，会东水浅，大船不得行，乃还屯方城。诸葛亮复出，急攻陈仓，帝一马河到京都。帝自幸河南城，至9宋河，遣南北军士3万，即分遣5位虎贲使魏河。因问河曰：持将军道，亮得无语，得陈仓乎？何知亮献军5谷，不能久攻。对曰：彼臣未到，亮已走矣。须指计亮粮不至10日。何陈夜进至南郑，
亮退，赵合部还京都，拜征西车骑将军。何事变数，善处营臣，料战事地形，无不如计。自诸葛亮，皆惮之。何虽武将而爱乐如是，常见同乡悲战精明修行。诏曰：袭寨尊魏将，奏至五经大夫，居军中，与诸生雅歌投壶。今军外乐戎旅，既一体国朝，朕加将军之意。今要战魏博士，诸葛亮复出祁山，赵合都诸江西至略阳。亮还保祁山，合追至木门，与亮军交战，非始终和右西。轰，是曰壮侯，子雄。四，和前后征伐有功，明帝分河户，封河四子列侯，四小子爵，关内侯。徐晃字公明，河东阳人也，魏郡吏，从车骑将军杨奉讨贼，有功，拜其东魏。李傕郭汜之乱长安也。晃说奉令与天子还洛阳，奉从其计，天子渡河至安邑，封晃都亭侯。即到洛阳，韩先、董承日争斗，晃说奉令归太祖，奉欲从之，后悔。太祖讨奉于梁，晃遂归太祖。太祖授晃兵，使集卷元武贼，破之，拜皮将军，从征吕布。别将部将赵术、李邹等，于使换斩虽故。于河内，从破刘备，又从破颜良，拔白马，进至延津，破文丑，拜偏将军。与曹洪吉、税尹强贼铸币，破之。又于使换吉元，少运车于故事，功最多，封都亭侯。太祖继为业，破邯郸、益。杨令韩范魏以成将而拒守，太祖遣晃攻之，晃至，非使城中。TG 389，魏臣成败，范武，晃折将之。继而言于太祖曰：二元未破，诸城未下者亲耳而听。今日灭益阳，明日皆以死守，恐河北无定时也。愿公将益阳以示诸城，则莫不望风。太祖善之。别，讨毛城，设伏兵掩击，破三屯，从破袁谭于南皮，讨平原叛贼，克之。从征蹋顿，拜横野将军。从征荆州，别屯樊，讨中卢，领举宜城贼。又于蛮虫讨关羽于汉津，与曹仁及周瑜于江陵。15年，讨太原樊者，为大领，拔之，斩贼帅商曜、韩遂、马超等反关右，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。4牛9，令上仙人墓。太祖至潼关，恐不得渡，召问晃，晃曰：公胜兵于死，而贼不复别守蒲坂，知其无谋也。今驾陈精兵蒲渡坂津，魏军先至，以结其礼，贼可擒也。太祖曰：善。使晃以步骑4000人渡津，作堑山未城。贼良心夜将步骑5000余人攻晃，晃即走之。太祖军得渡，遂破超等，使晃与夏侯渊平于民，迁诸氐，与太祖会安定。太祖还夜，使晃与夏侯渊平夫夏阳于贼，斩良心，将3干于户。从征张鲁，别遣讨攻独，筹夷诸山堤，皆降之。迁平寇将军、解将军张顺为，及贼陈福等30余屯，皆破之。太祖还夜，刘晃与夏侯渊拒刘备于阳平，被遣陈氏等10余，迎绝马明得道。晃别征破之，贼自投山谷，多死者。太祖闻，甚喜，驾晃节，令曰：此得道，汉中之险要咽喉也。刘备欲断绝外内，以取汉中，将军一举，
克夺贼计，善之善者也。太祖遂自至阳平，引出汉中诸军，复遣晃助曹人讨关羽。屯晚，会汉水报义，于禁等门，与为人于樊。又为将军旅长于襄阳。晃所将多心卒，以与南羽争锋，遂前至阳陵皮屯。太祖复还，遣将军徐商、吕健等议晃，令曰：须兵马急至，乃据前。贼屯兖城，晃道：诡道作都堑，是欲截其后。贼稍屯走，晃得兖城，两面连营，稍前，去贼为3丈所，未攻。太祖前后遣殷、蜀、朱盖等凡12营议晃，贼为头有屯，右别屯4种。晃阳生 TG 390，当攻为头屯，而密攻4种，羽箭4种遇坏，自将步骑5000出战。晃急之，退走，遂追献羽拒入围，获之，或自投凉水死。太祖令曰：贼为欠鹿角10众，将军至战全胜，遂陷贼围，多斩首。鲁、吴用兵30余年，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，未有长驱进入敌，围者也。且凡襄阳之在围，过于举即没。将军之功，于孙、武、穰居。晃镇履还磨皮。太祖迎晃7里，置酒大会。太祖举之酒劝晃，且劳之日全凡襄阳，将军之功也。时诸军皆急，太祖暗行诸营，士卒咸离城关，而晃军营整齐，将士筑城不动。太祖叹曰：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。文帝即王位，以晃为右将军，晋封代乡侯，即建作晋封阳侯，与夏侯尚讨刘备于上庸，获之，以晃镇阳平，袭封阳平侯。明帝即位，据吴将诸葛瑾于襄阳，增邑200，并前3100户，令堵，一令练以10服。信简曰：未甚。将军常远斥侯，先谓不可胜，然后战，追奔，争利，事不暇时，常叹曰：古人患不遭明君，今信遇之，当以功自效，何用思欲位？终不广交远。太和元年薨，谥曰壮侯，子盖嗣，盖薨，子霸嗣。明帝分晃户，封晃子孙2人列侯。初，清河朱灵为袁绍将，太祖之征陶谦，绍使灵都3营驻。太祖战有功，绍所遣诸将各罢归。灵曰：灵官人多矣，吾若曹公者，此乃真民主也。今已遇，复何之？遂留不去。所将士卒慕之，皆随灵流。灵后遂为好将，名雅晃等，至后将军，封高唐亭侯。亭曰：太祖见资武功，而时之良将，伍子未先，于禁最好，益众，然弗克其中。张合以巧辩未称，乐进以萧伯显明，而见其行事，未复所闻。或注记有遗漏，谓之张辽、徐晃之备降也。TG 391，三国志卷18魏书18。2李臧文吕徐典2旁言传。李典字曼成，山阳郡野人也。典从父干，有雄气，合宾客，数千家在城市。出平中，一众随太祖，获黄金于寿章。又从吉、袁术征徐州、吕布之乱。太祖遣甘还成事，未落诸县，不别，驾薛兰至中领封昭甘，欲拒叛，甘不听，遂杀甘。太祖使甘子整将甘兵，与诸将及兰封，兰封破，
从平兖州诸县有功，稍迁青州刺史，整卒，沿袭尹英令，魏中郎将，将整军，千里。胡太守，时太祖与袁绍相聚官渡，典律宗族及不取书古国公军。绍，或以典为皮将军，屯安民。太祖即坛上于黎阳，时典禹城，欲等以船运军粮。会上遣魏郡太守高波将兵屯河上，决水道。太祖敕典谕，若船不得过，下从陆道。典与诸将议曰：波军少甲而嗜水，有懈怠之心，及之必克，君不内御，苟利国家，专之可也。宜急击之，欲以为然。遂北渡河，攻波，破之，水道得通。刘表使刘备北侵，至夜，太祖遣典从夏侯惇，拒之。备一旦稍屯去，惇率诸军追击之。典曰：贼无故退，一必有伏。南道狭窄，草木深，不可追也。惇不听，与于禁，追之。典留守，惇等果入贼府里，战不利。典往救，备望见救，至，乃散退。从为夜，夜定，与乐进为高干于虎关，及管城于长广，皆破之。迁补鲁将军，封都亭侯。典宗族不取3000余家，居城市，自情愿徙邑魏郡。太祖笑曰：卿欲目梗唇邪？典谢曰：典奴却恭维，而爵宠过后，诚以举宗臣立，加以征伐。PG 392，未袭，夷10交岁之内，夷至四方，非穆纯也。遂喜不取宗族，13000余口居业。太祖加之，迁破鲁将军，与张辽、乐进屯河。北，孙权率众围之，辽欲奉教出战，晋、典、辽皆素不睦。辽恐其不从，典慨然曰：此国家大事，故君计何如耳？吾可以思汉而忘公义乎？乃率众与辽破走泉，增100户，并前300户。典好学问，贵儒雅，不与诸将争功。晋贤士大夫，循若不及。军中称其长者，年36薨。子真嗣，文帝见作，追念合肥之功，增征100户。赐典一子爵关内侯，100户。是典曰：闵侯，李通字文达，江夏平春人也。以辖文于江鲁之间，与其郡人陈公共起兵于朗陵，众多归之。时有周直者，众2000余家。与公通外河内围，通欲屠杀直而公难之，通之功无断，乃独定策，与直客会，酒酣杀直。众人大扰，通律公诛其党帅，晋并其营，后攻其妻弟陈和，杀公而拒其众。通攻破河军，斩和，手以祭公墓。又生擒黄巾大帅吴霸而降其属，遭遂大饥。通亲，加镇师，与士分糟糠，皆征未用。由是盗贼不敢犯。建安初，通举众议太祖于许，拜通镇威中郎将，屯汝南西。借太祖讨张绣，刘表遣兵以助绣，太祖军不利，通将兵夜役。太祖得以复战。通未先登，大破绣军，败皮将军，封建公侯，分汝南2县，以通为阳安东尉。通妻伯父犯法，朗陵长，赵衍收治，治之大辟，是时杀生之柄，绝于牧首。通妻子豪气，以请其命。通曰：方与曹公戮力，亦不以私废公。加衍直，献不阿，与魏亲交。太祖与袁绍相聚于官渡，
少遣使拜通征南将军。刘表亦因招之，通皆惧焉。通亲戚不取刘悌曰：“今乎？为独守，以示大元，王可立而待也。不如即从少。”通暗见矣，斥之曰：“曹公明者，必定天下。少虽强盛，而任使无方。”中 PG 393，谓之鲁尔，吾以死不二。即斩少使。宋应授议太祖，右集郡、贼渠公、姜公、沈城等，皆破残其众。宋其首，遂定怀辱之。帝改封都亭侯，拜汝南太守。时贼张赤等5000余家具桃山，通攻破之。刘备与周瑜为曹人于江陵，别遣关羽绝北道。通虑，众击之，下马拔鹿角入围，且战且前，以迎人军，勇冠珠江。通道得并薨，10年42，追增邑200户，并前400户。文帝见作，谥曰刚侯。诏曰：袭袁绍之男，自许蔡以南，人怀，一心。通秉一不顾，使西2律服，朕甚嘉之。不幸早薨，子姬虽以袭爵，未足酬其庸勋。姬兄婿，前屯樊城，又有功，是笃其劳。其以姬为奉义中郎将，续平鲁中郎将，以宠义焉。臧霸与宣高，泰山华人也。复戒，魏献御苑，据法不听谕，所厮杀。太守大怒，令收戒一府。时宋者100余人。霸年18，将客数10人尽于废西山中要夺之。宋者莫敢动，因与父俱亡命。东海，由是以勇壮闻。黄巾起，霸从陶谦急破之，败其东魏，遂收兵于徐州，与孙观、吴敦、营里等并聚众。霸魏帅，屯于开阳。太祖之讨吕布也，霸等将兵驻部，计秦部，霸自逆。太祖目所得霸，见而悦之，使霸招吴敦、营里、孙观、关兄康等，皆议太祖。太祖以霸为郎协乡，敦历城、李东莞、关北海康，城阳太守，歌清、徐2州，委之于霸。太祖之在兖州，以徐系、毛辉为将。兖州乱，系、辉皆叛，后兖州定，系、辉亡命投霸。太祖与刘备，令与霸送2人首。霸谓备曰：霸所以能自立者，已不为此也。霸受公生权之恩，不敢违命。然王霸之君可以义。告愿将军谓之辞。备以霸言白太祖。太祖叹息，谓霸曰：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，孤之怨也。乃借以系徽为郡守。时太祖方与袁绍相聚，而霸数以精兵入青州，故太祖的专事少，不以东方为命。太祖破袁谭于南皮，霸等会贺。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议宴。太祖曰：诸君忠孝，其父在世，袭萧 TG 394，何遣子弟人事，而高祖不惧？耿纯焚誓于称以从，而光武不逆，吾将何以易之哉？东周扰攘，霸等执意征暴，钦定海带，公莫大焉，皆封列侯。霸位都亭侯，加威鲁将军，又与于禁讨昌。西与夏侯渊讨黄巾于贼徐和等，有功，迁徐州使，沛国公武。周为下陪令，霸进益州，深议令舍，不从事从同不法。周得其罪，便收考进。霸亦以善州，从讨孙权。先登，再入巢湖，攻居巢，破之。张辽之讨陈兰，
罢别遣至晚，讨吴江韩当，使权不得救拦。当遣兵逆罢，罢与战于冯龙。当复遣兵邀罢于嘉实，与战破之，还屯书。旋遣数万人乘船屯书口，分兵救拦。闻罢，军在书，顿还。罢夜追之，比明，行100余里，邀贼前后击之，贼窘急，不得上船，覆水者甚众，由是贼不得救拦。辽遂破之，罢从讨孙权于濡须口，与张辽为前锋，行遇淋雨，大军先急，水遂长，贼船稍尽，将士皆不安。辽欲续，罢止之曰：公武于立顿，宁肯捐吾等邪？明日国有令，辽至，以与太祖。太祖善之，拜扬威武将军，驾节。后权起驾，太祖还，刘霸以下，侯敦等屯居巢。文帝即王位，迁镇东将军，进爵武安乡侯，都督青州诸军事，即建作，晋封开阳侯，喜封梁城侯，与曹休讨吴贼，破吕，犯于洞浦，征魏执金吴，魏克晋，没有军事，帝常咨访焉。明帝即位，增邑500，并前3500户。薨，谥曰威后。子爱嗣，爱官至青州刺史、少府。爱薨，谥曰公侯。子权嗣，罢前后勇。公，封子3人列侯，赐1人爵关内侯。而孙观义至青州刺史，驾节，从太祖讨孙权，战被创。薨，子玉嗣，亦至青州刺史，闻聘与仲业，南阳宛人也，为刘表大将，始御北方。表死，其子从立。太祖征荆州，从举州将，呼聘欲与拒。聘曰：聘，不能全州，当戴罪而已。太祖忌汉，聘乃议太祖。太祖问曰：来何迟邪？聘曰：先日不能辅弼留荆州以奉国家，今 PG 395，州虽没，常愿据守川汉，保全土境，生不负于孤弱，死无愧于地下，而既不得已，以至于此，实怀悲惨，无言早见耳。遂唏嘘流涕。太祖谓之怆然，曰：仲业，清真忠臣也。后礼，待之，受聘兵，时与曹纯追讨刘备于长坂。太祖先定荆州，江夏与吴接，民心不安，乃以聘为江夏太守，时点北兵，为以边事，自爵关内侯，与乐进讨关羽于浔口，有功，晋封延寿亭侯，加讨逆将军。又攻与众资于汉津，烧其船于京城。文帝见作，进爵长安乡侯，驾节，与夏侯尚为江陵，使聘别屯绵口。止时，范自当一队，遇贼有功，迁后将军，封新野侯。孙权以5万，众自为聘于石阳，甚急，聘坚守不动，权住20余日，乃解去。聘追击破之，增邑500户，并前1900户。聘在江夏数十年，有威恩，名震敌国，贼不敢侵。分聘故意封聘子代位列侯，又赐聘从子后爵关内侯。聘薨，谥曰壮侯。代又先亡，聘养子修。嗣卒，子武嗣，家平中。乔郡还于为江夏太守，清简有威惠，名雅于聘。吕虔字子克，任城人也。太祖在兖州，闻前有胆策，以为从事，将加兵守葫芦。襄陵校尉杜松不明炯武等作乱，与昌熙通。太祖以前代松，
前道昭右九母局律及同乐数十人。4910检壮士服其侧，前查九母等皆罪，使伏兵尽得杀之。抚其余众，寻贼乃平。太祖以前领泰山太守，郡皆山海，事乱。文名人多藏窜。袁绍所至中郎将郭祖、公孙笃等数十倍。保山卫寇，百姓苦之。前将加兵到郡，开恩信，卒等党属皆降服。诸山中亡逆者尽出安事业，减其强者补战士。泰山由是遂有精兵，万民州郡、济南黄金徐河等所在结长吏，攻城邑，前引兵羽，夏侯渊会集之，前后数十战，斩首获生数千人。太祖使都青州，诸郡兵以讨东来群贼李条等，有功。太祖令曰：夫有其志，必成其事，盖烈士之所训也。亲在郡以来，勤奸讨暴，百姓祸。PG 396。安公道史实，所征折客，袭寇寻利民于汝邑。耿弇见策于清兖，古今异也。举茂才，加其东魏，贬郡如故。前在泰山10数年，甚有威惠。文帝即王位，加皮将军，封益寿亭侯，迁徐州刺史，加威鲁将军，请郎协王降将尉别驾。名士亦以委之，士多其能任贤，好立城叛贼，斩获有功。明帝即位，喜封万年亭侯，增邑200，并前600户。前薨，子藩嗣，藩薨，子贵嗣。许褚字仲康，乔国乔人也，长8尺余，腰大10围，容貌雄毅，勇力绝人。汉末据少年及宗族数千家，共坚壁以御寇，使汝南葛皮贼万余人攻楚壁，楚众不少敌，力战疲极，兵使尽，乃令壁中男女俱至时如敢斗者至4余。楚飞石执之，所执皆摧碎，贼不敢进。良伐，谓与